欢迎收看今日新闻 Now News 日环食全纪录哦。这3个的差别就是来，这个不是按照真正的比例啦，真正的比例不是这样子的。日食的观测记录就是在少康那个时候，世界末日都是一个谣言。是，就像现在这种感觉，好像是在看一部电影一样的感觉。出现了有没有？光阴哇，很立体，很立体哦。这个是白金指环哦，我记得那个跟台湾聊这个画面。是的，我们透过这个频道，大家可以一看再看，谢谢大家，成功，成功，耶，成功，成功。